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艾倫啊。今日咧帶大家嚟到林偉山城啦。林偉山城咧，除咗獨立洋房之外咧，仲有啲分層單位喎。今日嚟講就係介紹一個1160尺，屬於3房2個衞生間嘅。好，即刻大家睇下先。嚟到呢個單位咧，最大賣點咧就係冇走廊位嘅設計。冇走廊設計即係做咩啊？實用咯，非常之實用。咁我哋睇睇個主人房先。咁個主人房方面啦，係可以3邊落床。仲有個露台俾你欣賞下景觀嘅，而攝影師後邊咧就係主人嘅衞生間，有窗嘅，雙洗手盆嘅設計，浴室寶啊嗰樣嘢都應有盡有㗎。而我哋客飯廳咧，而家擺放一張6至8人嘅大餐桌，同埋好靚嘅吊燈。而飯廳客廳呢邊咧就裝緊3人嘅大梳化，距離咁望電視非常之充足㗎。而露台方面咧，亦去望翻吐露港嘅海景啊，非常之寧靜。嚟一間房先，咁而家咧，哇！發展商做咗一間 BB 房啊，其實咧呢個設計非常之好啊，適合我哋啲1家4口，甚至1家3口帶個工人嚟住都有㗎。好，我哋參觀埋個廚房先。哇！廚房方面啊，都係用上頂級嘅家庭油啦、紅酒櫃啊、蒸焗爐啊。仲有洗碗碟機都有㗎，同埋3爐頭啦，同埋一個蒸焗爐嘅雪櫃等等等等，都係用上最頂配嘅。好，我哋出到嚟露台啦，咁而家面向綠化嘅位置咧，同埋面向吐露港位置咧，咁啊前邊會興建一個高爾夫球場㗎，同埋我哋呢度鄰近呢個教育大學啊、中文大學等等㗎。咁啊，需要更多資料嘅記得關注我艾倫啦，多謝晒，拜拜。